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吳師傅。今日嚟到屯門滿田村一個單位嗰度上緊料。呢個單位咧就係4-5人單位嘅，而家上緊料。入嚟睇睇。呢度咧就係一個主人房。呢度咧就係間開2個小朋友房嘅。呢個廳咧就夠大啦，就係呢間屋咧就係全屋橙大批灰又有，鋪地板磚，間2個房，改下水電，工程就係咁多。我哋個工程咧主要咧係價錢公道，準時起貨，質量絕對可以。喺滿田村嘅朋友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俾個優惠價錢俾你。今日就分享係咁多先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